请点传师慈悲，前到鞠躬，坤到鞠躬，点传师好，点传师好。来，请坐下。请各位前下主宾，请拜号码7668WN7668WN，这台车Toyota的，请你来刷一下，因为有人有前下要出要移动车辆哦，7668WN，这台车辆请这个前下来移动一下，谢谢。各位教委师。各位领袖、各位所长、各位团队人才，大家午安。点传师午安。心目上天的慈悲，多数王子师傅两位老大人的大德，咱继续大声慈悲，各位教员师慈悲，所以今仔日的合合才有这个机会，来当家呢。咱注意在尊前前，大家互相做一个见合。因为这节课呢，是咱新文合唱团，普拢是用咱王教员师呢在主编，但是咱王教员师呢，人是国外，所以呢，咱杨领任呢，正叫咱前任呢主编，看要指派做一个教员师，接受来款待。所以讲呢，咱前任主编佫叫合合，合合就讲呢。学校的在所学浅，对老师的心声，有人时较无法度体认啦，较无法度体会，指派呢，靠学识的呢，来讲，前任就主编讲伊讲就好啦，然后以明示众啦，咱前任的意思呢吼，咱的意思是讲吼，口才较好的、学识较好的来讲，因为呢，迄有人时若讲了毋对去吼，老师的心声若甲讲了毋对，一顿就查九笑。是咱一顿的查九笑，我若甲你讲，你就相信。因为过去呢，有一个吼，像咱即阵像咱外省人咧学台语，有人则讲台语吼，迄音袂正。像咱台湾人咧学国语呢，迄音嘛袂正。所以有一摆呢，要去拜访，要去找人啦吼。毋知影迄个住址啊，假使讲我倒来要去高雄，要拜访某物人。遐我就毋知影，伊个事我就毋知，就甲电话咧联络。即摆伊个车若坐开到高雄，即摆高雄的时呢，就打电话互伊，某人我进来到高雄啦，我毋知影你遐啦，毋知要安怎行啦，安尼啦。我无要紧，我遐甲你带，你进人伫对啊。伊即马甲讲吼，我进得拄好，伫迄个2栋大楼的旁边啦，安尼啦，2栋大楼旁边。伊讲好，我来接你安尼。迄个听2栋大楼的迄个也有想讲吼，2栋大楼到底几对我嘛毋知。伊讲无要紧啦，甲高雄市咱熟悉的，咱来问看卖安尼啦。就行到问到，咱遮吼你对2栋大楼，伊讲无咧，拢问2栋大楼安尼。伊咧安尼问偌久呢，拢问无一间2栋大楼，就叫咱2栋大楼。所以讲佫敲电话互伊，我若你讲无出来呢，我有我一直都找无迄个2栋大楼到底是啥物路啊？无你进人的位置伫对遮，你毋甲我讲我详细，看边仔有啥物较明显的无，有加油站无，还是有较悬的所在无？伊讲有我边仔吼，遮有哪像迄个2栋的大楼足悬的，我就伫啥物路安尼尔？迄是2栋大楼，你甲讲2栋大楼安尼呢？国台语大甲念啦吼，迄大楼用国语啦，2栋迄2栋较讲2栋安尼。都无2栋大楼，你2栋啦，咱咧听是讲吼，迄是2栋大楼，毋知过一间是2栋大楼，找拢无啦。尾群伊甲问详细，伊讲吼，迄2栋楼属于知影讲2栋大楼的旁边，咱一去来找就找有啊。你看加一个2栋大楼，加2栋大楼，一顿查到笑无。所以讲吼，我一直毋敢讲，就是讲吼，老师的用意。有当时吼，咱无法当体会，是讲咱大家学习拢真好，拢留着亲，心情也真久，听到你吼，若讲呢，讲的有当时较含慢，听的拢西有劲，所以咱人拢足西有劲的安尼，这听到你吼，
恁个好袂拢无甲听着，有人时啊呐讲了毋对随知影，哦，所以讲吼，咱咧听，水准拢有提高啊，真正拢有提高，哦，老师的成绩今仔日要讲的呢，就是问心，早头呢讲到尾拢讲心啦，哦，咱这个心呢上无大人测度的，咱的心呢像啊心高意马，108000里，抓嘛抓袂着，嘛无法度去琢磨啊。 真正有够歹掌握的，哦，所以讲的是呢，修道是修心，办道，修道修心，办道治心。老师嘛是安尼甲恁讲，哦，叫咱着修心，但是咱修不来10年，伊嘛要甲恁问即个心，咱的心是修好未？哦，是修到什么所在啊？哦，水准有提高无？啊，修行有提高无？ 所以讲，下次若问看咱老师教书啊，问看你有提升无？大家拢点点，一直唔敢讲的。哦，修若修像咱这样啦吼，唯独诚心的是有哦。咱有若修像咱这样的吼，搁几十当后，户口搁起来嘛，差不多拢相像。哦，3万有啊好，无啊好。你会知影户口来存一个吼，9点外就拢在真咧困啊。生死大事呢，你搁困会去哦？ 哦，我讲吼，这生死大事呢，真正应该是足重要。若9点外甲叫一个地动的，叫我大家落去，这动啦，准备着要撞厝安尼，对毋对啊？为着啥？为着生死啊！惊叫含落叫地着啊！哦，迄大家袂遐紧张咧。因若无迄个地动的动作吼，讲师着咧讲，讲因的，袂堪去困无够，也困我的，讲因的安尼，哦。 甚至呢，下要姿态吼，应该困嘛爱靠艺术，一好正，一好正。拄则嘛爱偷渡一个，安尼吼，无人嘛毋知讲你咧拄拄。有人遮坐着提后壁，骹是我拄甲翘起来。哦，我讲吼，迄毋是伫咱兜呢。若咱伫咱兜无人看，还阁还可以呢。哦，也即有人看的吼，坐到迄个吼，迄个困到迄个样吼，实在吼足歹看。这毋是应该咱修行人应该爱做。 哦，所以讲下时呢，咱来知讲修行人，咱来有提升咱家己，修几十年爱有提升。咱若今仔日无提升，修几十年哦，那安尼下时呢，拢无提升，有修啊哪无修，拄好有惊人一步尔，惊人去食菜啊。哦，一食菜若会兴奋吼，咱拢对羊啊、马啊、牛啊，迄种对袂烧，人去出事就食草的，拢就食菜的，因的功绩拢比咱较大，若要成，因仔会成，咱袂成。 哦，所以讲下时呢，毋是修行食菜就会兴奋，哦，所以讲下时呢，这期是先得而后修。你先互你得着，才互你好好来修，哦，这是上天特殊的祭典。要我一个修行了后，特殊的祭典了后尔，就即阵社会拢改变，先上车才来补票无要紧。较早你无票，伊无你上车票，就即个买一点厝的时呢，无钱无要紧，先搬摇仔大，摇仔大，哦，要看还足开个方便法门，哦，所以讲呢，天天上爱有作用，自然人就照安尼咧行。所以讲下时呢，确实修行就是真正这都非常的殊胜。所以讲咱毋通去醉生梦死，毋知讲师咧讲就是为咱的生死的大事，要安怎？这就爱做一间学校共款，哦，要安怎修身养性，教咱的功夫。 过去这阵老先人的时呢，伊所讲过，的律书开6厝，一厝拢1点钟，嘛拢7工，一厝拢7工。户口后摆咱中心嘛派户口带队去参加这个律师班，差不多再甲竞争，户口后摆带队，去拢是7工的，才有转来。所以讲下时呢，迄人拢700人拢几千人的。 哦，伫遐住，伫遐食，到7工才转来。所以讲下时呢，迄是表示讲老先人的心声。老先人已经无伫啊，伊所遗留着这部律书，要互咱做准绳，哦，要互咱安怎来修持。即摆讲书下时呢，再来讲老先人的心声，哦，伊过去的修持，未来会变成安怎样？会有种种的考验。所以讲下时呢，老先人呢，伊迄个经验已经拢甲咱讲了。 所以讲透过讲师再次搁讲，互咱听，互咱了解，也使讲有当时咱听会晓讲呢，
无啥岁，还困难咧。所以讲会生死的代志，咱来做紧要，做谨慎，今仔爱认真听，这是为了我未来生死的代志的迄个重要性。最重要就是咱的心要有改变。所以讲搁落来甲咱讲，心拍开就袂感觉无奈，接受是一种难能的心态。先何去轻重左右安排，看得远眼前一切该应该，一时的脱解脱的，一时的解脱，走上道路，一心的期许莫耽误。知影就去爱，感受这一段，就算最后剩一人苦中也心甘。了愿纵情愿，究竟一笑，眼泪不重要，安尼啦这会晓客的买转少这无学白的，就做像修行共款，无学着白安尼。所以讲会是呢，然后加减补啦，加减补，毋茫惊歹势，毋茫比如讲我都白，都假熬，假熬人家专属甲歹卖去的，我就袂通，我就实在都白，叫迄传教的就传甲好势好势，我来遐假熬，毋问传来传去，传甲传乱去的，安尼就麻烦啦，所以讲毋捌就是毋捌，捌就是捌，迄咱毋是专业，所以讲诶，是最重要老师嘛是甲咱讲咱的心啦，知影讲师讲嘛拢讲迄条心啦。心拍开就会感觉无奈，就是心拍袂开，毋只会不准，毋只会感觉无奈。有人写修行的当中，为了几句话安尼尔，迄个心觉拍袂开，嘛感觉真无奈。风念两句嘛感觉真无奈。这毋知你无奈啥货？因为咱着还阁有迄个心觉，所以心内底还阁一道门，迄道门咱若甲拍开呢，也若个心空体派。所以讲会是呢，迄个心是足厉害有人时啊，攞人心会晓结规矩，就是安尼够紧的；有人时啊，修习较够紧的，修甲下身的，有人时啊，修甲刁挂挂，讲点两句话包看来讲毋出来呢，安尼，话从离家出走，嘛有即种。道亲甲道亲的当中呢，讲两句话下身呢，就毋好呢。在人世间呢，看人较善的，就安尼亲也不记呢。看人较有诶，就爱攀岩不记呢。因若看着人咧流浪诶也就安尼感觉这无人遮穿甲衣衫，难为咱的心，就感觉会垃圾感呢。所以讲，咱的心门拍无开，所以讲也阁有起处分别心。你知影讲过去的佛言甲苏东坡两个在讲，苏东坡虽然道理怎啊讲，毋过伊的心门还未拍开，伊修持的境界还未暂缓尔。那么佛印大师不共款，佛印大师的境界咧已经甲下是呢铁腕的迄个境界，所以两个若见咧论谈，坐上坐下呢，佛印迄个苏东坡就甲讲，你甲看佛印上师，我坐下亲像什么货？伊讲你坐安尼心像一身佛安尼就对啦，一身佛啦安尼啦，非常的庄严。即马苏东坡呢，迄个佛印就讲，若像我坐安尼呢，伊讲你坐安尼有够歹看，亲像呢一部迄牛粪安尼就对啦。等下到第下时呢，就甲因小妹讲啦，讲好，今仔参佛印上师咱两个伫遐谈论我甲骂一个安怎样安尼啦。伊讲是安怎谈嘛？伊讲我甲问讲我坐安尼佛印上师亲像啥？伊讲我坐安尼亲像一身佛共款。你甲讲安怎？伊同样伊嘛讲我坐安尼亲我甲讲亲像一份的牛粪安尼伊欢喜甲安尼。但是伊小妹讲哎呀，哥哥你已经受人足济啦，你修为已经差人有够远咱佛印上师修甲伊的境界，处处就是佛啦，明明就是佛，看遐日子卖，每一个人就是佛啦。那么你的心也阁有迄污染的所以讲你的修持爱阁加强。所以咱的心门若拍有开，看着咱遐日子卖，一视同仁别讲下身呢，看着伫迄毋当这人搁咧可怜你阁甲看伊无起
顶有像迄精生共款的，像迄狗仔共款。好野狗就是伊甲洗骨来买身躯，就搁甲抱起来，话就搁甲枕，话就搁掺去困。哎呀，话人社会讲啊，这狗奴才真正通狗奴才出来。哦，就搁掺去困，咱人搁掺精生去困。哎呀，我感觉吼，这个社会毋知变到什么程度安尼。哦，真正会乱就是安尼。也话应该衫啊穿甲好势好势，话穿甲漏呢。你若看人来，就假话啊，当来讲假穿毋通当，安就对。你着假穿啊，看人来哪会当？你着要想好看，你若无穿甲悬的，较就当，毋免，对毋对？哦，所以讲其实呢，我看这个社会毋知变甲安怎，变甲什么程度？哦，啊，迄若有好命的狗呢，是安尼就搁甲大头鬃，搁甲加头毛，迄一只强健你可能就爱几千块的，就搁参伊困。也若迄流浪狗呢，过来也要踢，过来也要讲呢，佫无人遮个可怜的，过来你个边仔遐若咧捡一个昆尔，捡个臭酸的尔，人一直底下就讲紧紧的，就有人时啊赶紧紧的，你看，可怜就惨了啊！咱也佫会心呢，佫安尼，佫对要拍呢，参咱人相像。咱人若要较有诶呢，好，遐看，为安尼感觉吼，是真欣赏啦。毋过你欣赏归欣赏的，这人一款命，毋通惯趁，拢毋通惯趁。前世所种的，你若种善因，万你就得善果；你都袂晓做善根，种善根，你就无法讲得善果。所以讲的是呢，这世呢就对人袂对啦，但是咱还佫袂歹。我甲算算，咱还佫袂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食还佫有。若佫比好伫遐咧流浪的，要食无人食的哇，迄更加可怜。但是咱若是不忠的，安尼咱嘛咧怨叹。迄好嘢人有好嘢人咧痛苦，善良人有善良人的悲哀因为咱无好食过，毋知。钱足济，有人时要叫你做生意，你钱遮济当的，毋知要安怎做，你毋知。你毋通看好嘢人咧，你也无看到咱咧道亲的救援员中当处长的迄个张点书呢？伊无啥时间来参咱拄仔讲一个话啥有诶无？伊时间足宝贵，万一囝要对，安排课数安排足无用呢。迄遐好遐闲啊，他毋晓收，超卡连收收啦，闲了伊较会遐无用。我即摆事业遮大，毋是为我家己人咧活的，我是为大家咧活的。虽然我无做要真死人，毋免烦恼咧。毋过我的员工遮尔啊济呢，大家拢有家庭呢，我若甲结束起遮员工我讲就下起。偌济家庭无头路，你知毋知影？所以讲会是呢，社会会害去呢，有当时社会会乱去呢。所以讲我即马毋是讲要收就会收呢，必须呢，抑搁为着大家，大家咧活的呢，安尼呢。所以讲伊嘛有伊的痛苦甲悲哀呢。因为像咱即拄好食无好食，善无善。路边摊乌，安尼活的有人食，安尼呢。花要食就有人食，偌自由，要来对就要来对呢。时间毋免着人家咱安排好势好势呢，因为拢时间着人安排，咱拢毋免足自由自在。毋过相对自由煞变成这个老爸我想伫个迄真正活激情话佫是真个抑佫袂歹。这个老人有当时福利抑佫算讲袂歹毋过咱人的时呢，无法度，有当时咱人要佚佗都无佚佗命。干那一双鞋互你穿的叫你去佚佗，有当时穿无一步，迄双鞋寒的都用歹的，转来用脱脚骹行安尼，枕头就会控制变成因为你无佚佗命。我想我真来像迄老农年金呢，迄65岁领6000块呢，无食饭无啉烧酒，若较咸较会有够呢，也话毋是呢，6000块安尼你会食有够，要搁存呢，抑搁要搁做工呢。70多岁，抑搁要做工呢，抑要食饭呢，厝里真好食呢，抑要搁做工呢，抑搁有6000块有领呢，安尼呢。所以讲的时阵袂晓讲要享受，我讲时间到迄若互我嘛无法度享受验命就是验命啦，无趁就无法度啦。要叫佚佗就佚佗袂调，你若讲佚佗佚佗做好命呢？我若伫咧入班，互较拢甲比较好，真若咧做工课。若咧生菜头咧创啊袂，规工拢安尼白安尼规呢，规工拢袂久袂红呢。开班搁遐呛冷气，也有好个椅红坐安尼人方便，免煮饭，免洗碗，蛋拢毋免安尼迄偌
享受呢，迄两项外景，我要来开班，我唔去问啊，对唔对？哦，你大家看嘛咧啦，那互你去，啊来大工哦，迄若无做事人是要念呢，哦，啊就舞规矩个咧，迄啊正经互你享受，要大家听到你尔，嘿，你唔认真听，你要困啊安尼。迄啊，差不多讲，买开，过来做工，哦，过来做工啊，你就讲我要来入班，入班加我看我啊，所以咱人拢袂自爱，咱的心高意嘛吼，足动诶，真正足动。哦，食一万斤，互你享受，你嘛无法当享受，你嘛，咱若无迄个命，嘛无法当享受安尼。哦，所以讲的是呢，咱嘛看人咧享受，啊，咱就想要学人享受。哦，所以讲咱若无迄个命，嘛无法度啦，吼，嘛无法度。所以讲的是呢，最重要，咱心迄道门爱先拍开，才会感觉袂感觉无奈。哦，因若有的时有人写我受委屈、受啥有诶无，种种吼，拢感真无奈。哦，心若拍开，看大家就是分。哦，看人对咱无介好，这哪像互咱会当练学习，啊，互咱练咱的耐性。哦，因为咱人明明就是好啦，是咱伫这个环境啊染染太深，所以讲伫遮会先怎变众生变，怎变凡夫去啊？哦，伫遮逆奸恶端，受到贪嗔痴来纠结在去，啊，伫遮叫逆奸恶端安尼。其实咱大家拢是有心的。是咱去互袂去，毋知影讲咱是佛安尼尔。今仔日甲你点醒啊，咱毋通阁醉生梦死。哦，有班爱入，有人爱度，哦，爱好好啊改变咱家己，好好啊修。哦，安尼咱的业绩才会消，咱的愿才会了。毋通是你过一日啊，煞世间的时呢啊，宝宝互你得着啊，也你怎啊甲藏掉的？像咱的金啊，安尼买足济。也怎啊甲藏人涂骹，哎，藏人探书。人讲呢，宝宝怎啊甲藏的，毋知要创啥货，不知作何用呀？要挂是惊人偷抢，甲咱抢去；也要甲藏的吼，开遐个钱，怎啊甲藏的会去袂当显露？挂是来惊抢，啊藏的嘛袂当显露，啊藏的要创啥货？对毋对？哦，也话是佫藏的佫惊人偷摕，哦，话所以讲有当时也毋通用咱的心。你讲今仔藏啊偌好势呢？迄材料我讲偷摕啊，迄金属类的物件，但迄仪器安尼甲说，安尼甲说过对因无就显示出来啊啦。你插入对人嘛，我讲甲你学出来，因为你头壳遐好啊，这个电脑吼比咱的地位佫较好，哦，迄仪器佫比咱的迄佫较好，哦，一身人安尼经过扫描了，连电视迄拢甲你分解出来安尼啊，所以讲毋通咱伤咱着啊，所以讲修行毋通靠咱伤咱着，啊，最重要修行。开这个班就是要唤醒良知，哦，要叫唤醒咱的良知，哦，咱的良知良言会使去显现，哦，我就是佛咯，我爱做佛的工课，毋能够拄啊醉生梦死，哦，所以讲就是呢，老师的意思也是安尼啦，吼，所以讲有着什么代志拢爱接受，接受是一种难言的心态，哦，要有接受毋是简单的，哦。你讲好讲两句啊，吼，迄无影的吼，你叫咱接受，迄人是接受袂起啊。我都无安尼，就互你讲安尼，吼，迄有人是暗仔本钱就大条起来吼。你有敢会接受吼？迄是无简单。哦，若讲我有影，互你讲两句啊，安尼下身无嘛讲也搁咱就有影，也搁讲无影，互你讲迄无影吼，白碰面，你甲我，吼，迄咱人吼会感觉足毋愿安尼就对了，哦。无法当去接受这个事实，嘛无法当去接受，人若安怎哦，伊嘛无法当去接受。这是咱人的迄一种通病啊，大家拢安尼啦，哦。所以讲修行就是要遥改变，哦，有也好，无也好，只要去种信心嘛。伊讲我什么话，伊是伊毋办啦，我会当接受，我当做无啥货。要是我即种的境界啦，毋是遐尔简单的。咱真就是要朝这个目标来去做。你讲我嘛做袂到哦，恁话嘛做袂到，我嘛做袂到。咱先你我共同讲跟随这个目标，对随这个目标来咧学习，无才叫做修道。哦，渐渐来学习，渐渐来改变。你若甲你讲做圆满啊，来慢慢修啊。哦，本来佛性本来就不生不灭的呢，但佛性会当生万万的，哦嘛袂动摇呢。是咱太动摇。因为咱也阁有即个体验，袂卖太深，即个佛性伊袂动摇啊。哦，咱
就是就来卖卖太久，所以讲会心心才会动摇。咱的心会动摇，正经佛性已经袂动摇。咱今仔修复到恢复咱的佛性啊，那安尼一定不讲，安尼就会动摇啊。毋过敢有可能？做无可能。坚持追随迄个目标来学、来做、来修。干那一个忍耐，我来讲干那一个磨地脾气，干那叫你毋通生气，咱就无法度。就修过来10年，人时仔甲无法度改变的。所以讲会是呢，人甲人的当中，你甲你无计较，我讲的足会啦，我嘛足好讲的。若要讲这，我嘛会晓讲。毋过要做的，做会到的，做袂到。但是呢，毋是做袂到就无做，咱做袂到，人会做会到。所以讲呢，咱毋通以为咱修炼比上是倒去出现，毋过你若毋做呢，嘛无动用呢。毋通讲咱修炼，咱安尼有咧食素食，修几10年，袂出咱的功德真大安尼。其实讲有当时常常，互我看看互我嘛感觉足见效的。你参要无修炼的来比，有当时咱有哪袂赢人？像迄电视有当时咧播迄话咧抽字纸的。无啥存钱的，存成100万尔。一个800水灾，也是拄仔遮人咧可怜呀，伊遐的钱规100万怎全现呢？我你无留一寡，无免怎讲，我要紧，我无一定来捡着人食啦。伊无存粮呢。我讲咱修炼是随咧讲的，咱敢对人会对？互我看到到地咧报迄，互我感觉足感动，透少人啦！哇，我实在久嘛对人无一个家己落咧，这逐日咱学习。咱都为着我，为着阮囝，为着阮孙，所以阮老师甲咱讲的，食老才知影。做人无看我，为囝为孙拼性命，食老趁孤单，食老来迄养老院来趁孤单安。会行会走三节爱，若袂行袂走，人就无会插你啊。所以讲食老，才知影一定就上万啦。毋过我都无。当会开卖，放袂开啊！因为咱咧日本钱拢较好用，较有耐力啊。因为拢想讲拢较会晓想啊，想讲咱真正经济都也无好，咱的囝甲媳妇都也咧拼，无咱真也无创啥，无迄囡仔咱就无甲减咧，互伊去拼，拼快亲像人袂安尼。咱有迄个心安尼咧想，甲顾咧，无若互伊去骗，就一个无头路。一个去趁，人时含牛奶粉钱，万一要平一个人咧趁，一个咧佚佗，安尼敢一个家庭要养起才会发开啊？有人时敢饲会起因啊，安尼啊。所以咱人若甲减落，互因两个去趁，咧自言自言经济就会较起色。咱老人有安尼想，毋过少年伊安尼想袂啊？你无甲骗咧，万一讲，骗囡仔有艰苦啊？迄话我也听讲骗囡仔。袂艰苦我拢想讲，对啊，你生就讲你是就要骗，煞毋知讲无骗着，煞毋知袂艰苦，无你白白吃人，你偌厉害？你囡仔该骗你，我拢食头路，莫骗我，无可能。所以讲有当时咱年轻一辈，真讲是大人的迄个苦心，咱爱抱着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毋通想讲无艰苦，咱爱甲想，咱若无一个囡仔有法度通搁食头路，有法度搁做事业，无可能。所以讲咧，厝里遮这两仙老菩萨实在好用啊，安尼啊，转来就入啊小啊甲照顾一下，入啊甲问好一下，迄老人都较囡仔性，你若甲爸爸长爸爸底，若小我甲关心一下伊都平时嘛感阮，对毋对？甲你当然人爱搁一个面相好看，讲对白钱也惊教书人啊，这老的才听有啦，少年的人是听无啦，啥物白白钱也惊教书人。白白带这个身躯差遮济啊，就对了。人袂晓不咱咱袂太安尼啦，安尼叫做白白钱也惊教书人啦，就是安尼啦，所以讲一寡迄古早的迄个名言李的是啥，真正真实在，真实在的，所以讲会是呢，咱做事行一定爱接受，要接受先难言可贵呢，有人才要会接受人讲咱无影会接受，人言问话咱会接受。这种是真正的功夫呢，爱落实的功夫才有法度去做无查某是火线，查某是水线，风凉两句话，下身呢都动火起来呢。今仔日呢是我咧食菜呢，你也嘛无，你做危险。你若有时也毋食害了了去迄话嘛讲我咧食菜食菜人
啊，我拢甲讲咧，恁的境界敢有比人迄前面级的佫较悬？敢有比人迄检验书的佫较悬？敢有比人迄前辈才佫较悬？下面毋着入境都会选的呢，佫讲恁要算啥？对毋对？迄是拄啊无拄着迄入境啊，若拄着入境来考验吼，迄阵就知影咧。无圣人伊因找伊就甲咱讲，公可以作圣，圣可以作愿。疯狂的人伊会做圣人啊，伊是毋捌遮讲倒摆呢。若互伊知影讲啊，多遮尔殊胜啊，我过去做拢毋对啊，放下路做倒入地身份呢，迄个走哪上咧飞的呢？到尾啊，伊有那身份。啊！伊只一个修行到文质彬彬呢，哦，足诚心呢，毋过到考验测试了后，吼，都外摆拄外摆啥拄啊好啊，反倒败阵呢，善可以作乱呢，圣人较甲咱讲教呢。所以咱人都有即种的情形，一路行过来，圣人伊拢了解。所以讲，人切就甲伊教较足详细，哦，所以讲爱盖棺论定，到尾啊才知影，修道最后5分钟，毋通5时先到，到2时差5分钟。哇！你去赴会，你就来对落来啦啊！是真冤笑哦。所以圣人伫咧经书拢甲咱讲甲足详细，迄就是因所行过啊人的变化。因为咱人若有着考验，拢无变化，大家嘛足诚心。有着考验了后，自然而然就知影即个人的耐力，啊，即个人的修持到什么境界啊。所以讲盖棺论定哦。迄四体房仔甲砍落，安尼为标准，哎，为标准，迄阵拢袂阁反倒败折个啦，哦，所以修行，咱抑阁伫抑阁一段的考验的路爱行，哦，但是呢，咱就好好修，好好做，咱的功德若大，官若有了，一年业力就会消，哦，互我有当时啊反倒办甲会错呢，会惊啊，点到点20外钟呢。感觉当时感觉无啥好呢，迄即阵我看吼，迄完全介绍吼，好安尼足歹的，安尼就对啦，对啊，就要拖呢安尼，哦，所以讲实在足可怕的。所以咱今仔日毋通讲咱的功德偌大，修行偌久啊呢，有当时啊若讲无功德呢，功德足少呢，因为欠人太济的呢，迄人也袂了，对啊，迄人就啊心衰意而温呢，安尼有当时啊，业力若够无搁做搁清纯咯，有当时啊，看你时啊，眼睛开出去就啥个东啊，甲伊杀去安尼，对毋对？你着停就落去安尼啊。所以讲其实呢，大家爱谨慎呢，啊爱谨慎。所以讲呢，除非遐个业力就是爱你的功德啊，你会当好好啊做，咱的功德会当培养互伊。伊想啊，伊都精神欠我，啊都了咧搞立利息，嘿，啊家己也都有咧搭，这毋免烦恼袂叫走去，我放心啦，毋免着甲过去紧啦安尼。伊若无欠人来无还我吼，这我讲伊太条啊！这甲我精神欠我遮济呢，食我的饭，欠我的饭，欠遮济呢，这也无咧趁，也无咧做吼，这找着细面目啊，杀我落太使啊，对毋对啊？哦，所以讲会真诶非常的可怕，所以修行呢，咱若有当时啊遇到不如意，咱有当时啊爱小可爱会是容忍，哦，这种的心态呢，咱爱接受，哦，咱个人两句也是爱咱好。啊，会讲咱的才有咧爱啦，你若毋讲咱的爱，你就害啊，哦。所以讲咧，看一万眼前一切该应该啦，吼。所以讲咱来看去远，眼前的一切该应该啊。咱若看远的人，看较远的人，我啊，这拢应该啦，哦。因为我今仔日修的学道啊，免不了会接受这考验，这拢是过程啦，啊，这拢爱接受，这拢是应该，哦。有当时啊，是我今仔日病的人，啊，太安尼，大家做事业着安怎，啊，我着做安怎，着怨天尤人啊，怨天尤人，上天拢无公平，实在上天呢大公无私啦。所以讲，咱若眼前看远，自家事行，这拢是爱接受，这拢是应该。哦，咱安尼做，为着要生活，大兄弟姊妹啊，苦中苦，才风雨人上人，这嘛拢应该咱爱做的呢。这毋是应该甲无应该，拢是应该爱做。因为啊，有牺牲，有舍就有得，你若无舍就无得啦。所以讲呢，咱一定爱付出，这是讲咱应该爱替师尊师母来做，替上天来做，事事就是讲应该。哦，一时的寄托，走上道这条路。所以讲呢，咱人世间几十汉数尔，所以咱今日好不容易，拄啊行上这个道。会当得道，会当修行，这条会当转来西方的这条路呢，是难能可贵。哦，咱来好好来行，好好来做。
哦，啊无钱，咱拄啊好架空，咱拄啊好架空，这条路办一项转来西方呢。哦，好好啊修，好好啊做，也毋通唔好好啊修，好好啊度人，好好啊改变家己，也干那自守空间，望优秀，无要建筑，啊干那要望有修成，世间无遮尔啊好。毋通多互你一条，啊也无要度人，也无要改变，逐项也拢无要修，啊佫会心呢诚艰苦，哦，小可艰苦啊就无要出来，啊有小可问题就无要出来，所以讲呢，人少年人爱重信轻犯，哦，现实看重的，凡事看较紧的，毋是讲这个凡事毋通做，其实咱拢咧半凡拼凡事，今仔要拜有这个班，咱今仔就甲办的来，哦。来下心呢，来接受真理的教育，咱的心才袂叫缘来叫海开去。咱若无好，等来遮门仔才开始就拢拼咱个啊！啊，一礼拜有当时啊，中心一个班一摆，哦，规日的。咱家己的班一个月一摆，一礼拜的大班嘛才2届尔，家己的班迄阵的有当时拢暗时啊尔咧，暗时是咱练的所在啊。其实拢咧拼后天，拢无咧拼先天。啊，迄个是呢，一礼拜2天呢，应该无影响着咱的家庭。哦，那我甲看一礼拜2天无做，无影响啦吼，礼拜4啊啦吼，无影响。所以讲呢，咱来看剧，因为这是咧学咱的生死的代志。哦，爱咱的人若无搁受真理的教育呢，然后言不管不宣，哦，经不超不显，咱所以讲下时好甲遮行的这条路，才会当回乡遍母。哦，一心的期许，无要耽误，所以讲咱毋通耽误。这条路确实会当互咱行上。啊，无极的这条路，无极的是呢，啊，大家拢爱要去，接应西方，大家拢爱要去。迄若咧双语场，我看大家拢爱接应西方，哦，大家拢都爱去，可能是西方一定较好的，地府一定较歹啊。无也无人讲接应地府拢无，大家拢接应西方啦，大家拢爱要去西方，哦，所以讲的是呢，啊，咱毋通耽误，哦。所以咱若耽误呢，时间到呢，咱就危险暂停。知影要知已经上万啦，哦，啊毋通干下下心呢，真会行会走，啊无要做。等下咱袂行袂走，迄个要做吼，已经较困难啦。哦，啊真会行会走，咱就赶紧拼，趁一寡功德，哦，啊放伫储存库，万一要开就有啦，吼，功德毋通去耽误呢。所以讲呢，知影就去爱，哦。所以讲，咱知影这遮尔啊好，哦，咱的道亲就是拢是家己资源，哦，所以咱的道亲，咱爱去甲伊照顾，去甲伊照顾，哦，因为咱每一个人就是拢咱的道亲，拢爱下心的真情，摕着咱的真情，去爱护伊，去爱护伊，因为迄就是咱的道亲，甚至呢，拢是咱的。天下的拢就是咱的兄弟姊妹，哦，咱若有迄点的爱心，去甲伊爱护，去导伊来求道，去甲伊开教，社会若乱，咱逐个拢有责任，哦。但是咱虽然是咧修行，有当时啊，咱嘛袂安稳的，社会若乱，咱嘛袂安稳的。总一天有当时啊犯罪呢，这凶神恶煞会找着咱，嘛无一定啦，哦。所以社会若平和，自言语言，逐个带领嘛才会安稳。关系安稳，所以讲下心呢，咱既然都知影好，咱的道亲呢，咱来下心摕着咱的爱心，好好去甲伊关照，去甲伊爱护，爱去甲伊爱护，哦，因为呢，对于这条路，才会当接应西方，好好心才会当接应西方，哦，感受这段，就算最后呢，剩咱一个人，哦，迄伫遐苦头份，迄时阵就是看偌歹修呢，大人看偌歹度呢，哦。咱人实在吼，真正真袂卖，真无耻呢。哦，你甲讲多足事情，伊拢唔相信呢。除非若这大地震啦、地震啦、水灾啦，迄阵知影惊尔，搁过紧，搁袂入去啊，安尼就对啦。哦，搁袂入去啊。哦，所以讲下时呢，修行了哈，过去真济拢得道受孤门，受道受孤角安尼，要成的真少。所以讲拢到尾啊，拢犯道机会。有当时老师甲咱讲，你著好啊做，修到尾啊呢。咱绝对袂使耽误，修到尾啊，剩咱一个人啦，你嘛爱拼就对啦。人毋修，我嘛爱修啦，变成安尼啦。毋通讲人毋修，迄个我毋出来，无我嘛毋出来安尼啦。煞要去拖大人，等于西方煞有当时啊方言啊，拖地府去安尼啦。毋当搁讲人搁毋啊，但毋我家己我嘛无爱，安尼就对啦。总啊对人去修啦。
师嘛感觉足无奈。伊嘛靠咱大家尔，伊真也袂讲话啊，也下时若要讲话，就爱替咱叫咱人来讲话，伊嘛感觉足无奈。真正众生难度，毋过成能度。伊嘛讲众生难度足歹度，但是你若有成。来甲度用感情、用金钱，了安尼的时，就过去耶稣教安尼，打尾投来开放着面粉啦、罐头啦，为了贪着面粉甲罐头，才去的时去听的啦，安尼啦。像咱即个开放安尼相像，因为迄个所在较艰苦的人，伊为着贪款物件、物件啦。毋过呢，一个根本的日一个句吼，话嘛有真心的啊！若够有真心的发起，话就讲咱毋免搁开遐尼济钱啦，即种做爱心的，互恁了解济，像像有你讲较无安尼，大家都有咧诚心啊，无这面粉甲罐头都莫会发啦。既然要收的就出来，毋收的就莫收安尼啦。要收的即个道友，毋收的较了分发，过去嘛拢安尼啦。所以讲到时，像迄较早为了敢若迄内裤都是用面粉底仔做的，安就对啦。因为迄拢食迄面粉的哩吼，即摆一个无法罐头，为了较贪念的人无罐头伊就毋去听啊。你若为无罐头，人才去听，迄就是真心的，真心的了解，才是我道理了解。参爱烧香，咱人袂当烧香啦，为一寡为一寡贪，为一寡名利的，这种不一样。所以讲，修到尾啊，像咱这人，咱嘛爱做，苦中伊嘛则讲，苦中心嘛甘啦，虽然是苦中苦，毋过好有因上因。食苦咱啊当做食补，毋通说我食苦尔就怨天尤人，拢无人要做，拢我咧做，安尼你来听。其实呢，咱咧感恩，爱自卑感恩，互我有迄个了缘的机会。所以讲下时呢，虽然是苦啦，毋过心嘛感觉足甘的，足别仔认好，足别仔认甜安尼啦。了缘总是真缘，所以讲咱来了缘，出于咱的意愿，咱的了缘才咱业力才会消。拢每一个人呢，无人甲咱压迫，拢咱家己一个人呢，心甘情愿来做，安尼业力才会消。到尾啊呢，究竟嘛是一笑啦，嘛是安尼笑一个安尼啦。所以讲呢，修行我虽然是做别仔人艰苦，咱嘛是袂使苦看，毋通一个面结甲上爱苦归面，咱嘛爱安尼笑一下，3分的微笑，毋通安尼来咧笑着哈哈哈，若搁手搁3八安尼就对，咱嘛先安尼喜笑一下，3分的微笑感觉足古锥，安尼会笑甲上爱讲，这个人无气质安尼。迄内咧讲的人，有咧哈哈叫人知讲，这土包仔这无气质，安尼会笑甲安气质讲，这个人真有修养，真有代志，所以讲的是呢，毋通干那毋笑，干那拄仔讲流目屎安尼就对啦。流目屎有啥物路用？化悲痛为力量，目屎流出来底就会慢慢快着。男人眼中不轻传，袂使就爱就为着目屎就流甲好着，迄有当时流咧假安尼就对啦。像过去师孙咧献辛苦，有当时讲下真苦的生活，大好家我感觉这个等于一定足好。做拍拼修行大人的啦，真正有甘心啦。等人家问我讲无啦，我无出来啦。我迄个好假，所以讲下时呢，咱像安尼对人咧欺负安尼就对。像过去我嘛是安尼讲，这太太安尼死了后，下时大家嘛就挖苦好，就挖好安尼。这财主也无娶某上，迄结婚敢真正遐好讲。我才感情较好，因翁一个当年他读册拢来到严情啊，好安尼。伊一早就讲我讲8点就来咧挨，7点就来挨伊从咱两个按街道骹迄个白布按掉的从甲试看这太太真正对甲翁的感情也好无安尼啦。即摆迄个6点外来理的啦，因咱就因某就来到地好，就因若白就来，就好我夫我夫好，你若有脸有声，你就带伊去，也毋通放伊家己人，住遐偌艰苦，偌艰苦，迄个有所好钱，两只手盘安尼对遐出来，啥要甲拖去。迄个太太惊一个安尼，大掟出外口，下人要做，要死你就死落去，毋通变个头仔高甜安尼。你著讲有脸有声，毋通放伊家己人，偌艰苦，你著带伊去。人迄个有所好钱，两只手大伸手，迄白搬的头前都无烦，衫就要去甲拖，纸要去甲拖，伊从哟，才安尼好，惊一个，就讲因翁显性纸下身底啊，你甲拖去即摆下走下人面。讲要死你就死落去毋通去迄头仔高甜安尼叫。迄个有所好就讲这嘛假的后日安尼我想讲感情敢真正遐好，好甲死后水。
安尼会人美人，你讲阿金嘛假，所以讲人生拢是假，除咱好啊修才是真诶。若要真正了解迄个意义，也着爱请咱新闻合唱团来唱互咱听，才会了解安尼啦。来，就嘛着以热烈的掌声来邀请着咱的新闻合唱团来演奏。各位听演出边，迄个车牌号码7668WN7668WN 的车辆，请移动一下，谢谢。
人拢无摕，拢无摕外母呢。迄毋是安尼用笑就我当笑呢。啊，买笑一条，我人用本千里用在一条呢，你看我爱练，逐礼拜练，哦，为着要应付这个吼，啊下身呢，逐礼拜咧练，哦，所以讲每一个人拢要求足，咱若讲靠要求，即种袂使体拢爱背起，拢爱背起，哦，所以讲呢，啊是无简单的，哦，既然好听，咱搁练咧个掌声，搁再好咧。你只要听，他会使讲实嘛。
哦，要知影正好啊，搁再加留我时间互伊。所以讲上讲呢，啊，这个这订尔，可能无几句就了安尼哦。所以讲会先呢啊，互咱听了有较少啦啊，哦，但是呢，等于哦，若袂你较会叫歌，等于你较好叫歌，去等于唱。所以讲最重要就是老师嘛，爱咱迄个心，哦，无论先，先落去轻重左右安排，哦，这有时啊咧讲道理，有时啊讲甲会传会老实嘅款。所以讲呢，无论什么重大，啊，咱咧承受，咱咧任务，啊，因为咱今仔担这个担是非常的困难，啊，非常的艰苦。但是呢，无要紧，重甲轻，最重要左右安排。正甲头这边啊，打到酸来换这边，这边啊打到酸来搁换这边，安尼会时呢就无法度啊。哦，毋通这边啊打到酸讲啊我无法度，啊就听落，来我就叫来听落，安尼就真反笑，无要紧。咱这边啊打算像咱咧过去路讲咧用咧笨蛋咧打物件共款，正边打算来换打倒边，啊拄啊换肩换来换去，安尼就感觉啊较袂遐艰苦啦吼。啊，所以讲下时呢啊，希望大家啊这条路确实是千辛万苦，哦，非常的殊胜，因为办到遮来的时呢啊，互我都拢有感受，啊咱大家嘛拢足了解。啊，对朋友迄阵的支配山了后，回来咱就感觉大家拢知影，这业绩会可怕。啊，咱行这条路确实是真真正正，啊，咱毋通害害，毋通偏袒，啊，关心大人救人，啊，这是咱每一个人第一个责任，会当了咱的个人的愿，啊，会当替咱师尊师母啊来拍拼这个道三昧大开苦诉，这拢是咱每一个人会担会担。啊，希望咱政治家亲会当好好啊来拍拼，好好啊来做，毋通搁牵困，毋通搁害害。哦，啊，所以讲今仔日呢，互我报到遮，有不足之处呢，望咱天人各位讲师啊，咱各位兄弟姊妹会当体谅啊，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康健。大众点评。感谢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诸位见贤，咱在此以热烈将将来，刚才咱的这个师团主席，啊，个人把救团，天籁之音啦吼。那么诸位见贤，咱下面呢，啊，个有咱何老先人，这个信义咱的律师的这个课程啦吼。那么后面咱那个坐90分钟啦吼。那么诸位见贤，咱这阵呢，将咱的筋骨呢向前，咱的肩膀向前转个5圈，来，接2、3、4，好，来向后转5圈，1、2、3、4、5，来手举高，来放松一下，手摇一摇，手摇一摇，来慢慢的往旁边画最大的一圈，卖动就，忙对边爱前面的边较偏的哈。好，来摇一下，然后来手叉腰，动一动你的腰部，哦。那么咱这阵呢，就用热烈掌声来邀请咱下一面的这个讲师朱秀媛讲师。请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好，讲师好。好，诸位先贤请坐下。